大家好，又嚟到 ReZero Podcast 嘅時間啦。今次會同大家講 ReZero 第四季。喺睇之前，如果你中意 ReZero 嘅話，記住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follow 翻個 IG 同 Facebook 專頁嘅。專頁有兩個，專頁有公式啦，同埋 Amelia 專頁嘅。每一次 ReZero 做完第四季嘅每一集之後咧，我都會同大家咧長談一下啦，同埋解説一下每一集嘅內容啦，同埋一啲嘅細節嘅。好，唔講咁多，即刻開始。第11集啦，呢個喪屍篇嘅最後一集啦，哇！我想講今集咧超級好睇啊，簡直係神回篇啊，係大家入 EMT 教嘅門路啊。接住咧上一次 Subaru 咧就俾阿拉姆捉到咧，就揾屍體啦，咁啊終於俾阿拉姆懷疑啦。咁而呢個時候咧，而 Amelia 咧原來都懷疑佢喎，咁咧佢就決定咧要將一個嘅冰嘅籠咧就籠住咗佢。冰籠啦，即係嗰啲冰用冰做嘅籠啦，籠住佢啦。之後咧，拉姆咧就要逼供佢啦。然之後咧，阿 Subaru 就話啦，終於講出真相，就話其實我失咗憶啊，大佬。咁啊，但係佢就唔信啦。只不過咧，Subaru 咧講完呢個嘢之後咧 ，Amelia 係有少半點信嘅，但係咧呢個拉姆就唔信嘅。咁啊，就將用佢嘅魔法咧就打暈咗阿 Subaru， 然之後咧畫面一轉咧就斷片啊！咁點解斷片咧？呢個又要解釋一下啦。即係之前我有提過咧，Subaru 嘅身體入邊有路伊嘅靈魂啦。斷片期間咧，路伊咧係奪鋭咗佢嘅身體咧，逃出咗呢一個嘅冰籠啦，而且咧仲喺佢嘅牆上面刻上呢啲字啊，目的咧係想令到 Subaru 醒翻之後咧崩潰啊！咁啊，然後咧呢個時候咧，隔離就突然間出現咗咧雷爾德啊！咁啊，雷爾德點解出現咧？呢一個涉及有少少劇透嘅，因為咧嚟緊咧之後咧呢一個奪還篇咧係將會有5大災害嘅。咁5大災害其中一個災害咧就係咧阿雷爾德咧被奪用咗嘅身體咧復活咗啊！咁啊點解咧？呢個涉及有少少劇透啦，咁大家聽完就算啦，到時再睇動畫就會知啦。因為咧呢一次5大災害咧都係由大罪司教搞成嘅，暴食司教啦。首先飽食就將佢嘅靈魂擺咗落 Subaru， 令到 Subaru 又產生另外一個人格啦。惡食咧就走上去呢一個第2層嗰度挑戰雷德啦，就想食咗佢嘅記憶同埋名字啊。咁啊就想攞咗佢嘅劍聖嘅力量。咁但係因為劍聖嘅力量實在太強啦，當佢食完之後咧，反過來咧就將自己嘅靈魂被吞噬咗啊，就變相咧呢個劍聖咧就復活咗啊，變相咧阿雷爾德咧就復活咗啊，所以就周圍走啊。咁咧變相因為咧呢一個試煉機制咧已經被解除咗啊，所以咧呢一個夏烏拿咧亦都之後變成咗一隻蠍子啊。吉就好心將 Subaru 嘅手咧移翻啱嘅位置，因為佢甩咗臼啦。然之後就行咗出去，於是咧 Subaru 就跟住佢出去啦。去到一個中央咧，就見到好多惡馬王對付緊呢個尤利烏斯。點解有咁多惡馬王咧就走晒出嚟咧，就對付呢一個尤利烏斯啊？點解咧？原來咧呢個大罪司教惡食咧係帶領住數百萬嘅呢一個怪獸咧係攻擊呢一個塔啊！咁就喺地底第7層定唔知第6層，我唔記得咗。第7層、第6層嗰度咧進攻呢一個塔啊，帶住數百萬嘅呢一個怪獸啊、魔獸啊。咁啊，其中惡馬王就走咗入去啦，所以就會有數百隻惡馬王咧就會喺呢個塔嘅底入邊啊。咁啊之後咧呢個劍聖咧就跳咗落去啦，殺晒所有惡馬王之後咧就想對付呢一個尤利烏斯啊。咁啊之後阿 Subaru 咧就開始撞到阿碧翠絲啦，撞到安娜塔西亞啦。咁佢哋又會合啦。當時安娜塔西亞就懷疑呢個 Subaru 係假扮嘅，點解會變到咁怪嘅咧？跟住咧，阿 Subaru 就終於爆啦，就話啦：我其實失咗憶啊！你哋都知㗎，我真係唔係你哋所諗嘅 Lucky Subaru 啊！不如你原諒我啦，唔好咁啦，咁樣咁咧就跪地咁樣求佢哋原諒佢啦。3點啦就射咗出嚟啦，咁呢3點咧其實咧就好似 Predator 咁啦，成用 Predator 啦。其實就係呢一個嘅變咗蠍子嘅夏烏拿，咁啊就想攻擊晒所有人啊，因為佢呢個機制咧解除咗之後咧，佢就會變成一隻蠍子啊。4條規則解除咗1條規則，就會變成蠍子。呢個時候咧，佢哋就走啦。然之後咧，因為斬咗其中1忽落嚟咧，佢就變成一個雷啊，就
爆炸，然後咧本身碧翠絲咧就俾阿 Super Will 抱住咗啦，保護到 Super Will， 但係咧就保護唔到安娜塔西亞，而安娜塔西亞咧就俾人炸到咧下面係冇晒啊，已經爛晒啊，傷晒啊。咁安娜塔西亞就話啦，不如咧我而家俾翻個身體啊安娜塔西亞啦，即係艾基多娜就話不如你了結咗我啦咁樣，但係呢個 Super Will 咧都做唔到了結呢一個動作啊，即係擺明其實佢仲有嘅意志喺度啊。雖然咧呢個 Maylie 咧就喺側邊個腦海嗰度咧，側邊就話如果你殺咗佢就可以睇佢嘅死亡之書啦，呢家係個好機會嚟㗎咁樣，咁但係咧佢就冇咁樣做啊。當佢崩潰嘅時候咧，就遇到呢個嫉妒之魔女啊，呢個嫉妒之魔女咧就用佢嘅不可視之手抱住呢個 Super Will 就 I stay 啦。咁啊點解咧？咁我之前有講過啦，因為咧呢一個路伊咧就已經係寄生咗喺 Super Will 嘅身體入邊，而咧佢呢一個人咧產生咗第二個人格啦，吞噬咗佢嘅記憶，想奪取佢嘅死亡回歸嘅能力。咁只要咧阿路伊咧喺呢一個記憶嘅回廊咧閱讀晒阿 Super Will 嘅所有記憶咧，就會知道咗死亡回歸嘅秘密啊！咁所以因為知道死亡回歸嘅秘密係禁忌嚟嘅，所以咧嫉妒之魔女要出嚟咧大清殺戒啊！咁啊，所以嫉妒之魔女走咗出嚟啦，咁就想咧將所有嘢吞晒佢啦，就 reboot 一次將佢 re0啦就。呢個時候咧，大家可以睇清楚，原來嫉妒之魔女同愛蜜莉亞係兩個人嚟嘅，因為呢個時候愛蜜莉亞就將嫉妒之魔女嘅手斬晒啊，然之後咧就拉走阿 Super Will 啊，然後就嚟一場神回嘅結局，跳塔啊，冇錯啦。咁啊，首先第一 Super Will 就仲係唔知道自己嘅記憶啦，然後愛蜜莉亞用一個非常之貼心啦，而且非常之愛心同埋溫柔嘅態度咧，讓 Super Will 係回憶翻佢哋種種遇過嘅難關同埋種種嘅經歷啊。但係雖然 Super Will 都係唔記得啊，但係咧 Super Will 只要知道原來呢個 Lucky Super Will 就係知道中意呢個愛蜜莉亞就係佢嘅動力方向咧，佢就會覺得相信所有人其實咧原來係啱噶，想咧我中意嘅人幫助我啊，一個場嘅表白啊，令到 Super Will 感動到啊，知道咗原來呢個 Lucky Super Will 即係佢哋相信嘅蔡月舞咧係中意呢一個女人啦。而且咧，點解咁多人中意佢咧？就因為佢哋覺得原來呢個蔡月舞係幫到大家，所以咧重新咧就訂立咗原來大家係信任佢，而且係想佢幫助到大家咧。要係佢哋認為蔡月舞都係佢哋嘅英雄啊！最後呢一個輪迴嘅最後一回啊，就係由蔡月舞自己介紹自己啦。因為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描寫啊，一個對比啊，就係回應翻咧第一季咧由 Lucky Super Will 咧叫愛蜜莉亞介紹自己唔係沙提拉，而係叫愛蜜莉亞啦。到而家啦，蔡月舞失去咗記憶，調翻轉頭，愛蜜莉亞有晒佢嘅記憶。要蔡月舞介紹多次自己叫做 Lucky Super Will 係一個強烈嘅對比啊！呢一個真係好讚，長月達平寫得非常之好啊！我個名叫愛蜜莉亞，只係愛蜜莉亞，唔該，請你話俾我聽你嘅名啊！原來蔡月舞中意呢個女人，呢個係佢嘅生存動力。咁就我個名叫蔡月舞，被尤利烏斯托付。被碧翠絲信任，被艾基多娜原諒，被愛蜜莉亞被你這期望嘅男人。如果佢個名叫做蔡月舞，咁我就係蔡月舞。多謝你啊，愛蜜莉亞，多謝你令到我咁樣諗。受到呢個嫉妒之魔女嘅攻擊啦，呢個黑影啦就跳入咗呢一個有回憶之間死亡嘅黑影啦，再次輪迴，再 reload。ReZero 入邊咧，你會見到有啲好似回憶片段咁嘅嘢，係因為咧嫉妒之魔女每次死亡回歸都會儲存一個存檔啊嘛，咁即係會有晒佢嘅回憶啦，所以佢跳入去呢個嫉妒之魔女嘅影子入邊咧，係會穿過佢嘅回憶嘅，雖然就會死亡回歸，但係就會顯示到有啲死亡之前嘅回憶片段咯。再嚟一個奪還篇嘅篇章正式解開。哇！呢個真係 ReZero， 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睇。嗱，你問我第三季好睇啲啊，定係呢一季好睇啲呢？其實我真係講真，打鬥方面呢，第三季係出色嘅，因為全部打咁滯。但係如果文戲同埋意義方面呢，我覺得第六章係出色過
第3季嘅。首先第一呢一季咧，其實好多神秘謎團啦，大家就係睇嘅時候咧，動畫組咧就係隱約地唔補充、唔介紹、唔解釋，就要大家可能睇小説啦，或者咧就係繼續睇落去咧，先會知道點樣去拆解啲謎團。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設計方式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今集啊，呢一個 EMT 神媒啊，絕對係所有 EMT 教入教嘅好機會，而且咧係滿足到大家咧，如果睇咗10年以上嘅呢個 EMT 教嘅教徒們啊。首先第一，今集嘅作畫係非常之好嘅。即係我想講佢個 Emilia 畫嘅嗰啲樣咧係非常之可愛之餘咧，仲要畫得好靚嘅，即係眼睛啊、個嘴啊、嗰啲毛崩啊咁樣，畫得非常之靚啦。喺成季咧，好似有啲位置係快啲，有啲位置係慢啲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差唔多啦。但係中間位置係有啲謎團，令到大家好似有啲混淆。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諗應該係動畫組嘅心思嚟嘅，因為咧就係為呢個奪還篇作為呢一個準備啊。咁所以我覺得點解佢會有啲嘢唔講先，之後突然間講翻，即係好似之前即係講話邊一個殺咗咧，原來係Super Will 因為俾人控制咗身體而殺咗 Maylie 嘅，即係冇人知道邊個踢落去噶嘛。原來 Maylie 踢落去嘅咁樣。咁呢啲咧係佢之後解釋翻嘅位置。咁雖然咧其實都斬咗好多部分啦，咁但係咧我覺得第6章係好睇嘅。今次呢一集咧係用咗高橋李依嘅 Remake Stay Alive， 我真係估唔到其實佢真係用咗 Stay Alive， 因為之前前一集即係第10集啲人已經估緊下一集跳塔咯喎，會唔會係呢個 My Friend Walk 嗰首啊，定係 Stay Alive 咧？估唔到真係 Stay Alive， 而且仲係 reboot 嘅 Regain。我真係覺得好好聽啊！因為我其實咧我都想介紹少少啦。小弟我自己咧係由19年開始睇 ReZero 嘅，係由冰結之絆開始睇嘅。咁雖然咧都係入教都係因為睇咗冰結之絆而中意咗 Emilia 嘅。咁雖然就冇睇10年啦，咁即係2016年我未睇㗎啦。我之前睇咗《刀劍神域》同《進擊的巨人》啦。即係我做咗11集，我都覺得真係好似幫到大家咁樣。其實個目的就係想幫大家，即係大家睇 ReZero 嘅時候，一定有好多位置係唔明白嘅。我自己自問都唔係睇到好深入，但係都會睇翻啲小説啊，或者睇翻一啲網上嘅內容啊，咁樣去消化下。咁樣跟住，然後就再簡單而容易嘅方式去解釋翻俾啲觀眾聽，等佢哋容易啲去明白，去掌握嗰個劇情嘅走勢同埋細節。其實就個目的唔係想話抄人啊定點樣，係真係想幫大家去了解成個故事架構咁樣嘅。你問我有冇好似以前元祖級嘅觀眾睇得咁深入呢？其實就冇嘅，即係多數都係後追咁解，然後再自己再睇深入啲嘅啫。即係有冇以前咁有感情嘅觀眾咁深入咧，又未至於嘅。咁但係你問我嘅話，其實我真係好中意 EMT 嘅，真係非常之中意嘅，即係第一老婆咁滯噶啦。Stay Alive 咧，一聽到咧，即刻會回憶翻第1季啊、第2季啊，甚至第3季同第4季嘅一啲回憶畫面啊，由 EMT 啦同埋 Super 相似嘅畫面啦，或者佢哋種種嘅經歷回憶咧，我都會深深咁樣咧喺個腦海度邊咧呈現翻出嚟啊！真係非常之好聽，而且係一個回味嘅感覺，係非常之正。呢一個 Stay Alive 簡直就係回憶之中嘅回憶啊！呢個標題呢係玩呢個文字遊戲史詩級嘅回收啊！嗰個下珠咩咯同埋下珠咩亂都係有唔同嘅。我主動開始嘅異世界生活，強調 Super Will 明智意志去開拓未來，再次死亡回歸啊！世界生活自己發生，被迫從頭開始啊！對應咗 Super Will 被奪取咗記憶，被迫再次從零開始嘅狀態。喪失篇入邊咧 ，Super Will 最大嘅敵人唔係魔獸，唔係大罪司教，而係自己嘅自卑感啊！失憶咗嘅佢無法承受周邊嘅人係英雄嘅 Super Will 嘅崇拜同埋高度期待啊，導致佢喺記憶回籠目睹死亡回歸嘅痛苦啊！佢喺知明白英雄唔係憑空時間去誕生嘅，無數次嘅死亡回歸係同埋淚水編織而成嘅。我諗大家如果睇完今集之後咧，一定會去走去睇翻第1集啦，即係第1季嘅第1集啦，唔係第2集 ，sorry， 第2集啦，就會睇翻初次愛蜜莉亞介紹自己第1季嘅最尾1集啦 ，Super Will 對愛蜜莉亞嘅第一次表白啦。
跟住就會睇翻呢個ReZero 第二季嘅後半 part 嘅第二集啦，愛蜜莉亞嘅 Kiss 嘅告白啦，跟住就會睇翻第四季啦。哇！連續正啊！對比啊，就係第一季由雷姆拯救迷惘嘅 Subaru， 同埋第四季由愛蜜莉亞拯救失憶咗嘅 Subaru 啊，呢個係一個強烈嘅對比啊，非常之寫得非常好啊！咁啊，多謝大家呢11集嘅觀看呢個 podcast 啦。咁我都見到個收視咧係由好高啦，又好低啦，變成都有時都高高地嘅。咁我都會 keep 住繼續做落去嘅。咁就嚟緊8月12號咧嘅新嘅奪環篇咧就會開始繼續做翻呢個 ReZero podcast。咁中間咧你就當俾我休息下啦，因為嚟緊有動漫節啦，係咪先？咁就係啦，就係咁樣啦。好，咁啊今集嚟到咁樣先。咁啊中意嘅話就記得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咁我哋下次 ReZero 再見。本小弟咧本 channel 咧就做開 ReZero 啦，同埋咧等等其他 IP 嘅題材啦，亦都會有部分嘅開箱咧同大家介紹嘅。至 ReZero podcast 再見，拜拜，8月再見。